桃园中路一间饲鸟的牧场，最近有饭市前驾驶4只银鸽，头家嘛已经有抓到这只蛇。也毋过，农业局是提醒民众，家己抓蛇是真危险哦，会当卡1999市民专线通报。银鸽雄雄离奇死亡，而且阁是一摆4只。代志都发生伫桃园中立区山东里铁片鸟场内底。 凶手就是这杯本事情，没有任何的生病异状，没有任何的状况，突然性的暴毙。结果我们在电线堆里面一拉开，突然一只眼镜蛇就往我们这边冲，我们瞬间就跳开了，当然心里都很害怕，而且这只蛇会突然冲出来。 本事情驾驶4只银鸽，主人伫电线堆内底发现尾蛇，也顺利抓到，不过游玩真惊吓。伊直讲好佳在无伤着人，何况这摆损失5-6万，不过鸟场内底培育将近400对的国色银鸽，但是较慢发现，损失恐惊会更较惨重。蛇类闯入家中，请民众拨打1999市民服务专线，并保持距离，确认其藏匿位置。 桃园市政府农业局捕风捉蛇大队到场后，会立即处理。铁片厝边都是田，虽然早都已经清除杂草，不过也是互蛇入来。初步判断蛇应该是沿排水坑两入来。农业局提醒蛇类，尤其是大蛇进入厝内，上好唔通家己抓，应卡1999市民专线通知抓芳抓蛇大队来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